清咸豐4年，天地會首領陳開同副首領李文茂喺佛山組織紅巾軍起義。李文茂係鶴山縣人，亦都係梨園子弟，喺紅船戲班中擔任二花臉。紅巾軍高舉反清復明、殺富濟貧嘅旗幟，兵分兩路進攻佛山。後來起義失敗，清兵將瓊花會館同塔波古寺焚毀。自此之後，梨園子弟四散，有啲去咗廣州，有啲去咗香港，亦有啲去咗東南亞。後來分別喺廣州、香港、新加坡等地成立咗八和會館。馮少卿係廣東順德人，自細跟隨陸錦學習詠春拳。後來佢成為香山縣都司衙門同粵濟台府嘅武官。咸豐8年（1858年），佢隨湖南巡撫駱秉章喺湖南同四川參與平定太平天國嘅戰事。喺四川期間，馮少卿擔任提刑按察司府總捕頭，專責掃除匪患。憑住詠春拳嘅高超技藝，佢屢立奇功，被稱為廣東第一打仔。駱秉章去世之後，馮少卿退出官場，遠走緬甸。到咗晚年時，佢返到佛山，將一身實戰經驗融入詠春拳，並將拳法重新整理為現今嘅3套拳：小練頭、尋橋、標指。阮岐山嘅父親阮寵明係晚清嘅舉人，家世顯赫。佢喺佛山擁有多間工廠商號，包括藥行、阮氏和堂。阮寵明受朝廷冊封為正四品、直奉大夫，並擁有位於佛山福賢路嘅府邸桑園。為咗培養仔阮岐山嘅武藝，阮寵明重金聘請馮少卿到桑園教授詠春拳。呢段歷史成為廣佛地區武林佳話。喺桑園學藝嘅，仲有多名佛山名門世家嘅弟子，例如馬伯良之仔馬仲如、藥業少東趙簡興等人。阮岐山，別號國胡，喺家中排行老五，人稱阮老渣。自細佢就由父親安排學藝，先後跟隨霍寶全同馮少卿學習詠春拳。霍寶全係神拳羅晚公嘅弟子，以雙刀名震武林；而馮少卿則將詠春拳重新整理，令詠春拳嘅系統更加完善。經過多年嘅苦練，阮岐山精通詠春拳門內嘅拳路、黐手、棍、雙刀、樁法、飛鏢等功夫。後來佢成為佛山詠春拳宗派嘅領袖人物之一，曾代表佛山詠春打敗北派武林教頭于樂剛，並喺佛山萬壽宮用6點半棍擊敗江西嚟嘅武僧，名垂武林歷史。黃華寶係詠春拳第3代傳人，佛山瓊花會館紅船戲班的著名名人。他師承詠春拳宗師梁博圖，武藝高強，精通詠春拳的拳法與器械。他將詠春拳傳授給戲班好友梁義體。梁義體本身是南少林詠春派弟子，擅長6點半棍法，技藝精湛。他將詠春拳融入少林棍法，傳授給鶴山古爐鄉的梁贊。梁贊是中藥店東主，自小習醫，酷愛武術。他在黃華寶與梁義體的指導下，
學成詠春拳，並綜合自身醫學與武學經驗。梁贊後來在父親係佛山筷子街開設嘅醫館晚上教拳，收徒如葉問嘅師傅陳華順、找錢華等，形成了古盧詠春，成為嶺南武術的重要分支。